總價128萬買關口精裝大別墅，仲送埋你2個獨立車位同埋中港兩地牌添。正所謂可以買別墅，何必住洋房？而家喺珠海市中心洋房嘅價錢就可以買到呢一間挑高中空有6米，客廳都有成10米長嘅 house， 招呼朋友絕對有 face。加埋前後花園贈送面積總共有成4000幾尺，3層樓高，足足有成5個房間，直頭大到可以玩捉伊人啊！得閒喺呢個花園種下啲花花草草，養下錦鯉，放下狗仔，玩下煮飯仔，成班朋友喺度燒下嘢食都咪話唔 happy 啊！別墅返港珠澳口岸就20分鐘，樓下有穿梭巴士直達關口，交通都係非常之便利，7分鐘就可以去到全區最大型嘅廣場，日常生活入貨、行街睇戲、衣食住行、吃喝玩樂喺晒度。香港街坊買別墅最驚煩裝修，而呢一間別墅咧交樓嘅時候已經全屋裝修好晒，真正做到即買即入住。呢間千年難得一見有小比華利山別墅之稱嘅 house， 你點可以錯過？送埋裝修嘅超特價公底貨，最後2間手快有手慢冇，仲唔快啲 WhatsApp 翻個 Coton 約翻時間帶睇樓？